们满口喜笑、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：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为你行大事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在祷告会的时候，在今天神的聚会当中，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开口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敬拜。我们一起站立，一起来敬拜。耶和华行了大事。我一无缺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领受了多少从神来的恩典应许，我们就要开口向神来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我们一起开口大声的来赞美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来大声赞美主啊，在天父啊，主啊，我们要面前主啊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专心用真有的我一无缺乏。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是的，因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。是的，主啊，无论我们生命在怎样的境况当中，主啊，我们都要向你来献上赞美和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站在这里，
我们仍然能够呼吸，我们仍然能够向你来歌唱，向你来祷告，就是因着你已经为我们施展了大能，你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，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内心，就向神来敬拜，向神来敞开，愿他更多更多的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。我站在生命舞台，独自一人与你同在。当人群渐渐离开，真诚前来屈膝敬拜。我愿放下自己，生命交托给你，因你的爱，献上我的心，献上我的心，我的主，圣洁与公义，我的主。我们生命就像你，我站在生命舞台，独自一人。渐渐离开，真诚前来屈膝敬拜。我愿放下自己，生命交托给你，因你的爱，献上我的心，献上我。更多有你。
主照亮这世界，我的主坚固生命，我的主如磐石不动摇，我们生命就像你。我们真的能够像神一样的生命吗？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不是能够像神的生命，而是因为我们被接纳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被创造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被带领在他的生命里面。我们要一起读诗篇23篇第2节，他这样说：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。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，让我们能够真实经历到主的平安，经历到主使我们可安歇。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，是即使知道可能危险即将来到，或正在经历危险，我们的心仍然能够安静下来。这是我们的牧者为我们所预备的，这是我们牧者应许我们的。我们最大的牧者就是耶稣，他带领我们，如同我们敬拜的诗歌，他用他的信实、公义接纳我们，他用他的信实、公义带领我们，甚至用他的公义、信实赦免我们。让我们这不足的人、有罪的人、缺乏的人，被他引领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使我们的心领受能够安然自在，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。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有声无声的献上感恩的意念、感恩的话语、感恩的行动、感恩的敬拜，就在主的里面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预备我们。谢谢你让我们的心因着有这位牧者的带领，使我们在看似有很多缺乏的情况下，却领受一无所缺的平安。在我们看似很多限制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到一个程度我们选错的时候，主你仍然愿意成为我们的牧者。主啊，告诉我们我们一无所缺，你领我们走到那安静的溪水旁，你领我们走到那可安歇的地方。主，你说孩子不要急，说孩子不要怕，每一步都在你的带领当中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来经历在主里面那真实的平静安稳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平安，而是因为主你赏赐平安。主，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走错，不会犯错，不会迷失，而是因为主，你无论何时，
你都在，你都愿意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今天再次借着这个经文，说入到我们的心中，向我们的灵来说话，向我们的思想来说话，向我们现在的意念来说话，向我们正在绷紧神经、感受焦虑的情绪来说话。就在这个晚上，主啊，你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用害怕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孤单，告诉我们，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全都来自于你。那一切的美善来自于你，那一切的平安来自于你，那一切人让我们辨识主你同在的来自于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告诉我们是有主的，我们是有主所带领的。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的教诲，圣洁与公义，你的教诲终是不变，你的教诲是我避难所，心的医治，基督彰显，你的教诲照亮这世界，你的教诲坚固生命，你的教诲如磐石不动摇，我们生命就像你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的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，不是一个地址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就是你的教会。愿主，你真的是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那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你，来经历你，来领受你恩典的教会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话成就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。我深相信你的
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地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，因你的灵与我同行，因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，是我心的坚立。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引领我们的主，亲爱的圣灵，你正引领我们。主啊，你听见我们的赞美，你听见我们的感恩，你听见我们愿意降服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立志行善，立志顺服你，但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一次又一次，一天又一天，我们总是在那边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主啊，按照你的应许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的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。但主啊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哪里不合你标准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，因为主，我们真的很有限。主啊，我们的眼睛只能向前，我们最多只有这180度。主，我们后面的看不见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，我们这一个人到底怎么了？我们怎么得罪了你，得罪了人？谢谢主，你一次又一次，你是恩慈的主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一次能够群体聚集，不管是在现场线上，主啊，你的灵长当中，
主啊，我们就是互为肢体。主啊，你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在这里跟你会遇。主啊，你就把我们的心都连接起来。主啊，你就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，主，我们哪里得罪你了？主，我们哪里没有对焦于你？主，谢谢你，这是最大的神迹奇事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人就是有盲点。主啊，我们人就是人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让我们看见，以致我们回转，停止我们的恶，起来做对的选择，起来做对的跟随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不好？我们先请坐。我们继续来读今天诗篇23篇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今天是用诗篇23篇，我们要来祷告。从一开始，我们的第一节，我们知道第一节其实大家都很清楚，这是很重要、很关键，是因着第一节我们才可以来祷告，因着第一节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，什么版本都没关系。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关系，在下面都不用求了，因为你是别人家的。今天因着我们有这个关系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我们刚刚已经赞美过这一位牧者，但当我们在赞美感恩之后，当我们可能从这里祷告之后回去，当我们在群体当中，我们就像羊，对吗？羊是怎么样的特质？群体生活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对吗？羊有什么特性？就是眼睛看不太清楚，不边啊。羊怎样？听得好，但是他眼睛短视，他只能看眼前的，所以以至于旁边别人怎么走，我就跟着别人怎么走；我听见别人怎么说，我就怎么说。而在我们赞美神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是你的羊，我听见你带领我。”才听完，而旁边很远的就有人群体当中说：“你也不要高兴那么早啊，因为羊最后被牧羊人养大，要做什么？杀掉。”你欢喜啥？当这个声音在群体当中传开的时候，我们心又开始质疑这一位牧者。原来你带领我，原来你辛辛苦苦这样说，你要供应我，我不致缺乏。牧师都说我看起来一无所有，其实我一无所缺。原来你的动机，你这位牧者的动机就是把我养肥养大，你就是要把我杀了。有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质疑这位神。神啊，你是良善的吗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供应我？你是什么目的？是你看嘛，你就是要利用我。主啊，你就是不怀好意。主啊，你跟那些神有什么两样？有没有两样？因为我们的群体当中，我们的有听到人在 murmur 啊，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，我们就以为我们跟错了，我们就自己跑掉了。当我们在感恩这位神，我们知道其实这篇诗篇23篇是大卫不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写的。大部分的学者说诗篇23篇是大卫经历风风雨雨，很凄惨，你我可能没有经过被背叛，他自己犯了那个很糟糕的罪，不止犯奸淫还杀人。之后到老年的时候，他写这个23篇，真实的把他的信仰任性，就是他
用这个信仰来表达，来信仰告白他跟神的关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如果读到第二节说什么呢？记得吗？这可以倒退，可以直接按第2节吗？如果版本我希望如果说我们是读不同版本，其实也可以说怎么样？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在中东，在旷野，使我躺卧在青草地。青草地，你看到青草地是很高兴，因为那里有水源，那里有草可以吃。如果我是一个羊，我觉得非常的高兴，这里是天堂。你以为只是羊的天堂吗？也是谁的天堂？虎啦、豹啦，想吃你的人的天堂，对吧？因为那些比我弱小的都在那边，躺在可安歇的水边，都在那青草地上安安静静吃草，安安静静喝水的时候，这些狼，这些想吃你的，他们等着要咬你，他们在暗中要刺杀你，射击你，捕获你，要你死。我怎么能躺卧？我怎么能够按着歇？如果你有焦虑症的人，大概就会了解，焦虑症是比忧郁症更难医的原因，就是焦虑症、恐慌症是敌人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，我都不知道我到时候我要为什么而焦虑，我为什么而忧虑？我忧虑症，我还知道我为什么事情而忧虑，可是我焦虑、恐慌，我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所以当我们祷告这个经节的时候，真的只有感恩，感恩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感恩，我们要来认罪。若不是神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睡觉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躺卧，因为在这世上，这邪恶的世界，若没有神保守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安静躺卧、睡着、安歇、吃喝、平安的度日，甚至在台湾可以自由来敬拜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神怎么带领我们？我们知道他用他的话引领，他用他的灵，使我们真的可以常常被光照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为神的名可以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他的名有很多的名，他的名每一个都有意思。耶和华以勒是什么？是为我们预备，对不对啊？耶和华沙龙给我们什么？平安嘛。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，是怎么样？是我带领我们去得胜的。他带领我们走义路，义路是他要我们走的，使我们苏醒起来，而且照着神的应许，不是我们自己以为正的我们应许我们走正路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求神光照我们，我们是不是醒来了？还是我们早就被别人牵走了？人家讲一点点，我们就完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怀疑他了，我们就质疑神了。为什么人家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不是应允我？为什么主你没有保守我？有，神保守你，因为神要让你走一个他要你走的路，所以不要质疑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光照我们，使我们醒悟过来，快跑跟随在神的应许上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是我们的牧者。主啊，你更是这位大能的主。主啊，你已经发言
来呼召天下。主啊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主啊，你从全地那美丽的主啊锡安山，主你已经发光。主啊，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你用光来照我们。主啊，你已经来了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这世代，主啊，我们这世代的这一些我们看不下去的，主啊，主啊，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全能的主，主啊，你就要来，主，你绝不闭口，主啊，因为你自己的话语说，有烈火在他面前要吞灭，主啊，有暴风雨在他四围在刮起，主啊，求神你怜悯，主，求神你怜悯，主怜悯这个主，我们还没有悔改的，主，你不要有一个人沉沦，你要人人都能够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来呼召，主啊，你来呼召天上跟地下的，主啊，让主你的子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，让你的子民们听见你说话，主啊，听见你每一天透过你的话语，不管是迦南之声，或者是主啊我们自己的灵修，或者主你圣灵亲自的提醒，主让我们醒悟过来，主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远离了你，主啊，我们原来是被别人牵着走，不是被主，你是我们的主人，主啊，我们活着的意义，主啊，我们不就是要成为你的器皿吗？主啊，你来带领我们，就是让我们短暂的一生跟你有连结，让我们短暂的一生有那个意义，就在于你爱我们。谢谢主，恳求你来带领，主啊，光照，然后我们就来求你赦免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恳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恩待我们，按你丰盛的怜悯除去我们的过犯。恳求你将我们的罪孽洗涤净尽，解除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的过犯，但主，今天你光照我们。主，我们的罪犯常常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得罪了你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。既然我们醒悟过来，主，我们就远离我们的恶，我们就归向你。因为主啊，你喜爱我们内心的诚实，主啊，你喜爱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喜爱我们在你的家中。我们说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干净。谢谢你让我们里面比雪更白。主啊，恳求你使我们得听见主那你欢喜快乐的声音。主啊，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。谢谢你，你应允我们，你不看我们的恶，因为在你的手中，你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持续，我们要来祷告哦。当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的时候，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要带领我们，然后我们可以为人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感谢神，这些话语就是大卫他所经历的。我们有讲过，大卫他没有经过什么超自然的神迹奇事，没有，但他却真实经历每一个他痛苦的经验，每一个他努力去冲破，努力去说主啊，我倚靠你，神就带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他的生命力越来越承载力越来越厚。他每一次经历的就是神的杖跟竿的安慰。
一个是要带领他回来的，勾他回来，他不会跑掉；一个是他真的跑掉，打他的，管教他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，我们如果肢体当中，我们正在患难中，我们就要用这个话来祷告，好吗？因为我们可以真实经历神的同在，我们有他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为我们的肢体一起来祷告，特别为他们的生命，他们能够经历神，他们的生命被神来坚固，这是更重要的。因为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神比这些困难都大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恶者的网罗可以网住神的，因为神比这些网罗都还更大的，神可以带领我们突破那些网罗，救我们，就把我们一起为我们所知道的肢体他们的困难跟他们的生命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。主啊，你应允我们，主啊，你要看顾我们，主啊，你说，主啊，你在意我们，主，谢谢你。当我们来祈求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听见，主啊，我们来信靠你的时候，你就来怜悯我们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即便遇到了困难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心能够来投靠你，因为主，我们在投靠你的翅膀印下的时候，主啊，直到这些灾难过去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来赞美你，因为主，你是成全万事的上帝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身体，主啊，软弱，主啊，特别是遇到那个很艰难的事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知道说有一位比他们更大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，是你使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，你是帮助我们的。主，我们不依靠你，我们还能够依靠谁呢？主，谢谢你。主，你也帮助那些生命在他们的经济当中有困难的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来让他们知道，来寻求你。因为主啊，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主啊，我们一切都要有了。主啊，你的国跟你的义就是主，愿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你来掌权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决定，主啊，是合你心意的。当我们一合你的心意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把那一切丰富，主啊，就赐给我们。因为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泉源。主啊，我们哪里会有饥渴的？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愿这些弟兄姐妹，主啊，特别有失丧的，主啊，你安慰他们，因为主，你是赐人永生生命的主，你是复活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听见我们的祷告，你应许我们众人，我们起来祈求。主啊，你就使我们在群体当中的祷告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共同来看见，主，你给我们的那个方向。主啊，不管我们的肢体当中，主有那个痛苦的，主啊，你要我们与他们同苦同欢乐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彼此支持，因为主，你就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听见我们祈求的声音，主，你就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寻见，主啊，你那个对的方向里面的几个选项当中，主啊，你给我们自由意志。主，你要不是只有给我们一条路，乃是主，你那个活路是主，我们来寻求你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所来更多的对你有的信心。主啊，在每一次人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当中，主，我们的对你的信，因着你是信实的主，以至于主，我们愿意相信，我们有了那个盼望，主，我们就能够踏出去。谢谢你，让我们生病，在我们软弱，在我们失去的时候，就来仰望求告你，你就是这位成全我们万事的主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在敌人，特别呢践踏我们的人，辱骂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必从天上施恩救拔我们。因为主，你必要向我们施行慈爱跟信实。你自己应许我们，至于我们的性命，主，你必看顾。主啊，你把我们保护在你的翅膀荫下，只等到这些灾害过去，你保存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来见证你的圣名，我们可以来服侍你，我们可以来传扬主，你是这一位全知全在全能的主。谢谢主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一起来为国家来祷告。哇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请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在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盛宴，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国家真的有敌人，你们也知道，但不用害怕，特别主要看顾，不管我们在我们国家内，在城市内，他亲自来庇护我们。我们要为以巴的冲突，我们在这里没有写到这个今天的地震，还有这个阿富汗的地震很严重。求神来帮助这些受苦的人。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，甚至连埃及都起来了，连黎巴嫩，哇，这个好像国与国之间趁机。求神来怜悯，也为台湾因为会遥想到台湾是不是我们的敌人也要趁机阻乱。但这一位主是使我们安定的主，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，是最重要，回转归向神。执政长跟在位者，求神来光照，也为这些选举、天气跟我们的物价，跟这个大大小小的事，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我们开口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国家的主。是的，主你定义要爱台湾，主你要来保护台湾。主你自己说，主当我们起来，主我们求告你，你是我们的台湾的主的时候，你就要救我们脱离仇敌。主你要把我们安放在那个高处，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们国家的人。主我们需要回转归向你。主我们不是自以为是。主我们有多厉害。主我们看到以色列就知道有多厉害的科技，但这一次完全都没有用。主唯有依靠你的才有用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再次谦卑。主我们知道，主，我们台湾就是这么一点点大，若不是你的保守，主台湾没有办法成为美丽的宝岛，台湾没有办法到如今都还能够存活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让台湾不管执政长，主掌权者，主让他们谦卑，主知道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主让人民能够回转，让他们知道起来有一位神爱我们，有一位主只有主，你才是我们台湾唯一的盼望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你保护保守台湾这块土地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一起来向你来祈求。主，仰望你，谢谢主。圣洁公义大爸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圣灵，谢谢你带领众弟兄姊妹，你所设立的代祷者，可以来为了你心所爱的地球，我们的国家台湾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现在看见，就是你在圣经上所说的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。主随时都有地震、天灾横行，但主，你的信实、你的公义永不改变。主，你是那不可动摇的。主，在以巴的战争当中，主求你怜悯，在以色列，在巴基斯坦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称你为主。主，他们被宗教的灵、被律法的灵所辖制，以致他们见不得光。他们自以为用他们的方式来做他们认为的公义，但主，你说人心都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主你耶和华能够指引人的道路。主唯有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不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这里。主求你那照亮死荫大地的光，也能够照进在
巴基斯坦以及在以色列的人民，那些还没认识你的，他们如同像保罗，就是旧名他叫扫罗一样，在逼迫你，在杀害你，在与你为敌。但主耶稣基督，你这大光照进那黑暗的当中，保罗就可以成为你的使徒。主啊，我恳求你这大光照亮巴基斯坦，照亮以色列，特别求你恩待以色列这些被掳的这些100多位人质。主啊，他们在急难当中呼求你。主耶稣基督，我恳求你差派你的天使，差派你的使者去保护着他们，让他们不致遭害。求你差派你的使者去拯救他们，将被掳的归回。主啊，因为这事唯有你能办到。主啊，有一群忠心为你舍上生命，成为像仆人样式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使用他们，拯救这些被掳的人。我也恳求你恩待台湾，让台湾的众百姓们看见主啊，依靠势力，依靠列国，都不成为他们的保障，唯有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保障。求你帮助在台湾的人民们真实的看到以色列、巴基斯坦的冲突，能够自己也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按照你的心意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主你来同行。阿们。谢谢主耶稣基督恩待台湾。主，台湾有许多的宣教士来到台湾，我们因着这些宣教士得着祝福，经济成长了，我们得着经济的实力，我们得着医疗的进步，我们得着许多的丰盛。主啊，你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待人，我就怎么样待你，甚至上尖下流，连摇带要的赐福给你。主啊，求你让台湾不仅在经济、在医疗能够成为列国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来翻转台湾这个国家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，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爱。主啊，因为你爱世人，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你的爱子为我们舍命。主啊，求你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都感受到从主你而来的爱。阿们。让我们也能够将这福音不只传在我们台湾的众地上，也能够传扬在各地，台湾成为宣扬你福音大能的这个海岛，让台湾这个海岛来荣耀你的名。父啊，我要宣告台湾要成为列国的祝福，也要成为那中国的祝福，能够成为那各地需要台湾的人祝福。但主，我们需要有一群忠心服侍你的仆人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恳求你拣选你所合意的那些像仆人的样式，成为台湾的领袖，也让众教会能够合一，破除我们宗教彼此的宗派的高墙，能够合一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爱在台湾彰显。阿们。让台湾真正成为列国的祝福。主啊，我要用你的话语来宣告。主，我要用哥罗西书你所说的话语第3章来宣告。主，你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耶稣基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主，我用你的话语宣告
凡在台湾每一个领域上的，都是尽忠像是为你做的仆人。祷告、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我们要持续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迦南教会的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跟他一起是互为肢体，我们一起来领受来请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阿们。我们要为我们迦南教会一切都能够更新啊！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，神都有办法。所以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跟带领，新选出来的长子，也为明年的教会的目标、组织计划，为我们的社区的这些福音的不管是兴趣班，或者是跟我们牧区之间的关系，也为弟兄姐妹灵命来祷告。我们有宣召跟祷告的热忱，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迦南教会来祷告。请我们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听见我们的呼求。主啊，主啊，你留心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主，我们是为了主啊，你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来祷告。主，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变动当中，主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是会混乱的，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沉不住气，主，我们就会彼此来指责。主啊，我们要说，主，求神你赦免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恳求你让我们真是依靠你，你使我们能够重新合一，就为了你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顺服。主，我们渴慕，主，先从我们的心来切切来寻求你。主啊，就像那在干旱，主啊，却疲乏的时候，我们寻求你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心灵，主啊，特别我们弟兄姐妹在灵性上，主，我们求神你在圣所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都能够来主啊，瞻仰主你的荣美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能力，主啊，跟你的荣耀在你的教会，主啊，你的慈爱，主啊，比生命更好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以致我们起来赞美你，主，来服侍你的教会，来宣扬你的名，是我们感谢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教会来祷告，我们要为主你的教会来祷告。主啊，你让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主啊，但在这之前，他们能够被称为基督徒，是因为他们遭受逼迫，但是却不失去原来跟随主的心志。他们到各处去，都在宣扬主你的福音。人因为看见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主的能力，所以就认出他们是你的门徒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迦南教会要成为这样的教会，因为主你的教会是要被兴起来，成为能够建造教会的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明年的这个新选出的长子来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主你亲自的来兼顾你的儿女，使你的儿女，主啊，不管遇见什么样的处境，不管遇见什么样的挑战，主，我们都领受主你在今天给我们诗篇23篇的话语。主，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住在你的殿中，因为我们是跟随你的脚步，因为我们认定我们的主是你耶稣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这个教会是主你所充满的教会，是由跟随你的人所组成的教会，是被你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教会。主啊，更是生命不断在你话语的塑造跟建造里面，渐渐的被人认出这就是教会。主，所以你带领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在一个建筑物，不是让我们在一个地址，不是让我们在一个空间，而是在主你的同在当中。主，恳求主你来保守，特别在今年度也在明年度，主你持续带领你的教会走在你的心意和计划当中，走在主你的突破和改变当中，走在主你的更新和赦免当中。主啊，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主你就兼顾众人的心，
特别坚固在我们当中那受伤、软弱、退后的心，使我们的心被主你来医治，使我们的心被主你来真的是接住，被主你来扶起，使我们的生命主啊真实的被认出，主我们是跟随你的门徒。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主我也相信主你为众教会，主你为你的教会，众教会就是指每一个人称为教会的人，主啊，你预备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是领受意向，跟随主来前进，让我们不是被这个环境来定义。谢谢你预备我们要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必要看见教会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教会要活出主你的属性，教会要站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。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生一世跟随神吗？阿们。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让不认识神的人看到我们，就知道耶和华行了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不将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将掌声来荣耀都来归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。主啊，你也是这位全能的主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的现在及未来，你更知道我们的过去。主，你拯救我们，而且必拯救我们到底。谢谢你带领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的爱，使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，使我们跟你来复合，跟人跟自己来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。主，谢谢你指引带领我们。主，你圣灵与我们同去。主啊，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平安与喜乐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互相互道平安。愿上帝与大家同在，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领受圣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